米出料理，米嘅总铺是米干传汤，优雅生养故事。因下摆讲嘅系坚持传统，下摆讲嘅系创新发明。下摆讲嘅，但像是一场意外。做在肯定嘅是，每只故事有自家嘅牺牲转合。不过无论剧情样嘅玩，不变嘅主题系坚持。传统出嚟龙潭爱山呢嘅茶山乡，喺茶县胜利发展嘅年代，嗰条山差唔多有60间茶厂，主要出产粗茶，专做精致外销茶县嘅工务，係少数做得那一个茶县家私品牌嘅茶厂。排第二嘅正味推行过后，出幾多屋卡，而成係來自各宅山體嘅茶味。有烏龍，有包裝，有奉茶。一下港府雖然冇設價做茶，不過係透過一間茶葉店，屯來坊嘅人講，而對茶葉嘅熱情冇變。茶對我嚟講哦，有非常深嘅感情。阿公、阿爸、阿妹全部教人哋，又慢做茶，又慢吃茶。所以睇埋上喺爆茶嘅時候，阿爸全部講哦，全體為本人哦。你做生意他唔學啦，嘛就是不能偷斤減兩，所以從前還挺爆茶哈，我爸教我做生意一定要實在，好實實在在，所以人家是這個觀念不對，我哋客家子弟就講哦，我知道阿爸阿妹佢對我哋教育嚟講是，總要腳踏實地，實實在在。那什么？哪家嘞？那也这么内容吧，空心菜。多少？要早，这么早？哟，这怎么那么早？水田屯阿妹做盘，韩國鹽醬人嘅市場，搶菜一扎一扎，有嘅切價式，有嘅點都用，相同嘅要求係有愛錢。他买酒店。最重要嘅食材係本地嘅烏豬肉，韓國豬點前，它個有打起精神，而唔單止係羅客夫，也係泰客夫。今年有醬哦，看到啊？醬哦，那也得你係母豬嘅哦？係哦。你骨頭嚟啫？哎，你啊，做得人嘅骨頭裝得去嗎？做得。我買佢哋做滷鹹豬肉。哦，冇問題。排骨人啊倒啲啊，冇排骨嚟啦。好，冇問題。我嚟啦，倒過來。好。今日點乜雞湯？今日啊？今日啊做蘿蔔湯、薯條湯。蘿蔔湯啊？哎。好，凍好。哎。哎，這樣嘛有點明星了，不是假。哎。大家今天先拜拜。
来，谢谢。有啦，今天有买猪脚，变配猪脚。对吧？大摆卖又迄几十件，迄讲点都生意好，就做得本主店提早下班。但细细嘅菜南茶食慢，迄一年嘅开始。生下来，口感变咗好了，一下看以来淺有樣式嘅傳統，亦係對小小記帳作開始嘅。以前為咗招待來茶人拜訪嘅人客同茶工，雖然以下嘅阿妹會炒幾項菜，同大家好好食一餐。為咗本做好羅通嘅茶工人有體力做事，佢要交飯係翠蓮阿妹嘅秘密武器。打造開火煉雞油，金金黃黃嘅雞油香潑潑，飄散喺空氣度。標以風衝頭之下，油鑊滋滋滾，喺透亮中再用做金黃。留起風衝頭變做油蔥，留下清清黃黃嘅雞油。簡單攪一次透油。連鐵燒滷肉嘅白飯香，也係冇辦法抵抗嘅好美食。嗰一擺，客家五線傳承嘅家常料理，行出綠卡嘅組合，行業傳統飯作，行個名聲響亮。因為也愛做些無限，排鐵嘅江翠蓮，從細就間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也計劃卡到心度裡。因為頭擺寫時間吼。就我水台，所以緊擘個寫出向愛做，我係唔做，我係會碰我媽媽的手理，因為我水台，我媽媽講唔水台，所以擘個事情就會做。嗰啲白人講上梁不正下梁歪啊，呢個東西土裡挺脆嘛，是不？做這下辛苦啦。佢哋特別創個偏東大園，就散當搞幾年，啊，做到不卡，我唔敢去散當搞，我跳就做來，幫我媽講，你冇去學搞。我講記得冇去，按住做挨來打，所以記得第三人搞到當飯嘢 ，MB 打到當餐。出題也唔算公平嘅童年，阿妹嘅料理，雖然記憶都比慢要很清楚。茶山巷嘅食材不少，烏卡省嘅一條吉利樹。就將粉腸變做清油蜂蜜嘅料理。將彎彎嘅粉腸烚過，切做指節暗腸，再煮到熟。搶糖又唔係糖，用一長長嘅水結葉。將精油煮出來，就會滋出化淡嘅食補良藥。陌生嘅魚塘係退休嘅阿爸最後去嘅地方，閒無事拿起吊邊，就坐在睇魚塘上坐幾年。釣唔到魚嘅係熱。
钓鱼鱼的，的确係快樂嘅一年。喺阿爸釣到皮皮嘅節咧，鬼屋客人就會快樂過年。一出門土節咧，完全展現客家心曲嘅素意。先將外皮炸到酥酥，再來處理內菜米。用黃豆醬同蒜頭提味，淋到米酒，細火慢煮4到6點鐘，發條嘅節魚就變做作餡。做下嘅油鹽合唔就脆黏，點到打開一對料理嘅口氣。做學士嘅記下，是去記下嘅傳統學習，有名上過後，還上美食節目做來賓，也係一做一出師嘅，還係你做下情緒料理。將10個嘅豬腳剁細塊，沾到幾下仲可以藥材調嘅藥酒度，沾埋一參嘅糊嘅藥酒浸透豬腳盤盤嘅皮，喺表面裹上一層茶色，跟傳統滷豬腳燉後嘅印象冇共樣，唔像水豬腳清爽嘅樣嘅，係翠蓮最得意嘅貴涼菜。没包水饺呢，哎呦，人家哈，东望人，哎，做得不错嘞。包子放这边，别跟我一起放。那如果是个该料一下都来包。是我包的啊，就你哎，一看就知道是你包的，好不好？對茶工廠轉型做料理，嗰位30能人，上個水唔前嘅波頭，就睇過水唔前嘅人客，選得功成名就嘅。今日阿們難得入座下，展現嘅一路間4年嘅血態嘅美食。米料鹽辦嘅，又有鵝鴨鉗頭安泰。只跟阿妹炒香嘅牙，包到地背，包到狠狠，從阿妹對子嘅愛。這樣子所以你太平了啦，不要這樣做這麼平，你要沒關係啊。總得有人入水包。從細聽阿弟爺身邊工作嘅5個兄弟姊妹，也係有4隻啲傳音入大邊，兄弟姊妹團圓。平時點點嘅茶散也鬧一起來。包這樣啊？昨天我包6桌上去就這個攤子包給那個外國人，我一個人包，就包一個都講。爸手超巧的，爸爸是負責厲害的。他的手可以拿四色盤，爸爸都講的，你的湯圓可以不要這樣嗎？不是，我整形整了。哦喲。挪威人辦的案子，
唔好讲系表腔下，功夫嘅细模嘢，系按嚟学功夫嘅南美人。所有嘅材料全部落鑊。大火快炒，文火慢煮，炉火前嘅阿妹本本按杀数。客家炒肉，实在冇注意做会出，里面是偷油，用人做得本身人嘅客家基本饭。烤肉、客家炒肉，太人版嘞，有啲料理熟悉又本人怀念。是一块烤肉，係記下10年來無卡人之間感情嘅秘事。食飽，想起薩克斯風嘅聲，退休嘅阿爸千久冇公開表演呢。阿妹嘅書兒，阿爸嘅聲，講父5個兄弟姊妹千久冇伴遊做太爺。建議一件客家傳統，也可能係危險嘅事情。尤其係唔做嘅料理，唔係阿妹嘅美食，就會發現更加多嘅日頭，說服大家。台南出世嘅林幸福，係唔係因為作為中立祖宗大王嘅模樣，也是因親難想象自家會做客家菜。1990年。因為開真正高稅，台股太跌，對12000點一路落，林幸福離開證券業，來聰明落嘅傳統聽書，出按嘅行業傳營業。也出菜有表現主義嘅特質，唔係和諧、均衡、穩定嘅口感，調試表現不安、受力、被人不見嘅酸。精神感人紛紛之下，就需要一個提醒。同客家料理冇辦事關係嘅林幸福，做起料理完全冇外行人嘅樣式，講正宗也唔正宗，講傳統也唔傳統，完全照古法。對嚟講，定到特殊特腳，做祖宗大王嘅學士誒，跟我見。同多祖宗超強勢嘅做法係一件危險嘅事情。政府也係配做，只有一線間。一幾多位喺討厭本地嘅無主嘅太廠當過英國，佢係當行嘅油。處理祖宗傳統嘅做法係用草木灰、本間帶着插質，含個原化祖宗。
强迫挑工嘅主创，一条一条冰入滚水。林成福对客家菜嘅理解，同教科书嘅标准答案无相样。伊讲，客家菜最重要嘅系食材，再嚟就係健康，我可以揀全糖，還可以唔驚麻煩。林成福冇咗古法用草木灰，係改用煲嘅方式嚟處理。嗰個點鐘，最係喺煲煲滾，再過半點鐘，煮成舊多存一半。然后还把它做在细煎啊，生意很好啊，那个大厂啊，一大盆一大盆一大盆，你这样切的话，切啊洗啊都是很辛苦。海肉公司经过这个过程啊，他从头学到尾，他都没有喊累啊，因为他也想说，以后他也想要开一家这种店，家在主创超强时度嘅结晶，冇引起他家嘅不满。佢將清甜嘅香味，電到本主創超強時純料嘅米絲，還更加多層次。然後到幾下，林成福去做下磨หั่，หั่時。林成福就靠前傳壇嘅人客打嘴鼓，成咗個兼容入嘅魚，談天說地嘅本事。唔過稀稀落落嘅股票動態，係佢最後嘅話題。離開做下，有數奶比茶，也係咖比。做出談論股票起落，係林成福上述成法嘅樣嘅。這家創業嘅林成福，做起客家料理，冇乜嘅傳統觀念，盡量自由發揮。菜單唔單止客家菜，就算看起來係客家名，做法又有創新，就將也出改頭文明嘅苦瓜風。展現林成福同客家料理的激烈溝通。苦瓜風我們就是用白玉苦瓜最好的品種啊，讓它比較清甜，然後就裡面有一些酸菜啦、絞肉、醬筍，然後去翻炒好，再香在裡面蒸了好幾個小時啊，入口即化，非常經典的客家料理的苦瓜風。喺北部客莊嘅苦瓜風肉，用福菜燉狗肉。上到切強嘅苦瓜肚，煎過也係炸出芡嚟再煮。林成福用炒過嘅鹹菜、台灣福菜同狗肉滷冬瓜混合，用普渡嘅方式成以清甜嘅烹肉苦瓜。做下跟散房差唔多，我先將皮撐開來，打完過後再食熱肉啊。苦瓜歸粒落鑊陣，用時間吸收狗肉、油同鹹菜嘅香味。對熟悉客家菜嘅人客來講，名嘅無驚奇嘅苦瓜風，有熟悉嘅食香味，唔過細節本人驚奇。林成福新式嘅客家料理，
许多人客中意，来自多功重本嘅食材同好口菜。其實，祖傳台灣嘅某嘢唔曉煮菜，而沙皮水又好老公。雖然它唔是合法，咋煮會出貴族嘅客家料理。其實還辛苦啦，成日是就是做幾咪搞幾嘛冇會接啊。4點後，兩公婆坐到樹下，又講又鬧，唔止講嘅係美食，也係股票。輸入、時間、重量、廉幸福嘅客家料理，來自精密嘅計算，此前可能係來自祖傳台灣嘅傳承。唔過細節係太淡去吃，小心求證嘅結果。第二個點度，客家冇本傳統特色，唔過也冇脫離傳統。傳統出自台山先生，係人客經過石崗去大雪山嘅主要道路。一到了日，人客站到慢慢，傳統也無限切插。唔過啲便宜嘅早晨，係做在邊空國外嘅地方。林生威對料理情有熱忱，高中就去傳統學習誒，底下10年做過10多間傳統，北方嘅料理書呢，讀到阿婆正式嘅菜，就變咗一間傳統。因客家人都有當多嘅醬菜，例如泡菜啊、鹹菜、菜脯，呢啲東西都係總係到我輩無法度學嘅東西。因為我輩師傅一般春天當多總係麥片嘅，麥片水細細嘅、尖尖嘅，都是馬上都是嚟用。但是因都堅持講，因一天到經驗無強款，所以因嘅菜脯、因嘅泡菜總係自家滷、自家洗嘅。阿婆是同阿妹鄉下經營嘅細麵店，賣陽春麵、水餃、小菜。唔過帶人決心，對一間細麵店變咗一間傳統，也轉變來到清潔。一夜之間，阿婆嘅生意上到唔是上過舞台，征服所有人客。五部分提升人嘅記憶度，就係來唔切本中藥包起來嘅攞飯。主要裏邊係蝦米、羊膩、菜脯、香菇、鳳松頭、豬肉，又係客家料理嘅傳奇人物。一到5日前，為咗做出幾下百粒嘅種誒。我卡就無限切插，包裝嘅清飛工，每一種配料又會本塊炒香，一做下去就會幾年嘅時間。最牛肉嘅係炒到香噴噴嘅配料，我用糯米包起來變種誒，做唔得黏實實。
唔止係食材按上人，也係妒忌。林生威仲會偷偷添一碗飯，裝得滿滿嘅配料，享受屬於細人嘅高貴滋味。俺硬上奇怪，你每套做按香按素食，俺硬就伊記到成功度差唔多20年嘅時間。俺硬20年了後，俺就想講，你們東人佢唔可以食糯米，因為糯米較會爆氣。東人唔食糯米，我想講，安尼硬是將啲糯米解劈，地下按來解液拍盤，上背就甲鋪嘢應該客家古早嘅肉粽嘅餡料。但是安尼鋪落去，我又感覺好像色澤冇出來，所以講我又加韭菜花切幼安尼，佮摻落去，規個口感釋放來到，當好是當香安尼。也出細細嘅記憶，變做點多嘅招牌，也五部分有阿妹嘅美食，食過嘅人客有安尼講。客家傳統嘅上樹鴨，係林生威學藝多年嘅功夫展現，年年無變嘅爐爐，日日傾香嘅香料，將鴨皮釀做上人嘅古銅色。一鍋滾滾嘅油，一隻爆粉嘅鴨背，嘩啦嘩啦音響。第一擺，義工搶採木竹、皮工、三馬之前香素料理。我都做小可落下嚟多咧，有熱梅，有那個做嘅個中藥材，從天香嘅個梅頭安尼多咧，將果粉落去煎，主要記得保有底部嘅湯汁，還有煎好來個皮酥酥脆脆嘅嗰種感覺，所以講按個篤一盤安尼香酥呀安尼嘅感覺安尼。快門咔嚓咔嚓，都會將快門凍入蒸冰，記錄表皮酥脆嘅聲。有一聲，佢係本人留後難炸嘅口感；有一擺，一盤香香酥酥嘅香酥鴨上桌。因為好研究新菜式，林生威做嘅每一出料理要通過手腳，有時味道人客喜求，有時味道展現切家，有時將味道好高神奇。當然，阿婆提條見識嘅林生威，將客家炒肉嘅芹菜改成快菜。一下，林生威為了提條見識嘅人客，做出同樣菜式，本他家熟悉嘅客家炒肉多一份體貼同柔軟。糯米混做白米嘅五寶飯，芹菜混做快菜嘅四鳳炒肉，鮮度後炸嘅香酥鴨。每出料理又有自家嘅故事。透過這條故事，林生威本記憶度嘅日常，變做上得台面嘅料理，也將一來學來嘅功夫帶入客家日常。向前，然后丢下去的时候，就收跳，这样子就好了。一個人在細人嘅教嘅太唔同，佢往往姊妹出世之前就有嘅。尽量不要说啊，爸爸，水车线。對人嚟講，細人嘅時節嘅唔同，
是做厨师嘅地方，做得衫就清凉衫，也下改良后嘅鱼塘，变做摄影嘅高料嘅地方。你有感觉到有吃的话就拉，懂吗？好。啊！丢那里有水车线，快点收！好停。阿爸，加了没有？有些我神呢，各有意思，更加热，这都唔同。用呢一棒钓起来鱼嘅系冇算太，唔过对生意人嚟讲，已经超欢喜嘅。属猪嘅是喺闽南农家重要嘅事业，对旗下10只到几千只，家家户户要参与其中。属南洋的係屬豬嘅副業，農民利用屬豬嘅廢水滋養肥油生活，再利用也條肥油屬南洋的完成循環利用。唔過多多口台熱，同雖然保護其實力，屬豬產業喺美農基金消失，牽到唔同也連帶荒廢改建。所以现在美浓地区是算水源保护区，不能养猪了，那要怎么办？挨内都上洞，要修鱼诶，为了要继续下去，唔同啊，再改屯转去啊，去一台工厂啊，过去都继续修鱼诶，嗰都也个鱼诶呢，都安尼修，结果给人家卖出去比人家时速又比以前短，又等于一个专业了。就开始都熟，我都收入分也到啲后尾我哋也冇啦。我挨来开一个里长台湾钓船塘以后自己都供货都不大够了。喺台灣釣愛受日本嘅人台，里長冇用農村副業嘅方式來熟，佢用專業嘅方式管理魚塘，提升魚嘅品質。里長改變嘅係人員生命。喺惡劣環境革命生存嘅土味，也下也到台灣釣，喺多番作成，明年20萬秋水，強身健體。紅豆、麻子、布丁、紅豆、鵝滑。比如，呢點快嘢，可能係要嘢。點快嘢咩？個奇怪，要考藝，要按到人哋按兩藝咪咯。來，紅豆、麻子、布丁、鵝滑，他們還是會回那邊去的。你看，還是繞回去，給他運動也好啊。我有養過鴨子，你每天一定要趕它呢。你阿伯嘛想當然，你都是比水鬼呢也都說磨黑啦。我你都是比運動一些身，有運動的就會吃飼料。然後他剛有阿摩尼亞嘛，因為他們大小便都在一起的啦，同下位啊，所以啲鴨屎啊，佢鹹啊，如果撲嗰啲毛都會受傷啊。所以你有些身呢啲阿伯又講。又運動又食料又講，冇買冇賣，這個都我們都養到吃演戲啊！都點循環點了啊！而邊呀撞一撞請靠啲安尼買唔係辦法，下邊本客人釣魚啦安尼釣魚就了安尼。你看我們的魚都很結實啊！有啲南洋梨嘅品種改良同菜地適應，本thân建有引入者相似嘅名稱。改做象徵本土嘅稱呼，台灣釣。台灣釣好食嘅秘訣就係遲，對流氣到上桌冇超過10分鐘，再前食嘅再又釣唔下來。建議啦，差唔多8公米左右，8公米，係。
已经开伫乡下嘅传统，系类似对乌卡嘅多重想象。因为我从小梦想啦，嘿，就想要古来民农可以个店，啊，因为我哋台湾啊咧人料理，我哋属于上升人年，啊个，因为我哋上升人年就我想日本，想要安好嘅食材，留到我哋民农，结合我就会煮菜，跟安好食咧，人料理留到我哋民农高中毕业过后，到军中做火头兵。伫边度，唔可能做唔出彩色嘅镜子，唔过唔必时间彩色做出稀释。唔面对嘅系千百种罪，人嘅罪无算掉，唔过依间也唔会少。有想爱鬼乌卡嘅人，有替乌卡登门嘅人。唔好啦，如果有位生意呢，有安尼兴趣做阿爸人哈，暗中帮忙就好了，私下资助他。他认为说不敢做那么大的，我说你干脆就一次到位。天然四个用嘅成法，发生伫分享过后，爱提料理按客家两则事，爱讲出料理用嘅客家，可能本眼人过一摆思考客家也件事。一出客家料理，也是一出家乡嘅料理。用家乡做成料理，就有客家嘅滋味。因为客市三个度就会太挑练的，俺哋就想改良俺哋台湾雕嘛，做嚟空下去，用俺哋在地嘅食材，像鸭链啊，一条用嘅结合俺哋食材，做一锅俺哋客市砂锅。砂锅鱼头係廣浙菜嘅經典，係一鍋由酥炸魚頭、青菜煲嘅湯、沙茶調味煲出嘅好味事，喺闽南客中並冇普遍。唔係最香港有客家元素，也唔係對料理手法重新編造。對黃冠賢來講，一鍋做得跟闽南客中豐富物產全部變一批嘅料理，就係客家。當中有代表性嘅雅蓮，也有無間期嘅包粟、鳳螺皮。我哋嘅山馬不見得試得出闽南土地嘅美食，也不見得試得出闽南農民嘅辛勞，也不見得試得出料理手法嘅出權經驗。唔過黃冠賢想將故鄉稻上作嘅心意，化咗一鍋清甜嘅湯。酥炸過後嘅台灣調，底下10種新鮮食材搭帶，用沙茶為湯頭調味，平凡嘅砂鍋魚頭，只不過用家鄉嘅風土熱味，就變做無人有嘅料理。因為台灣調變化出嘅料理多的是，亦做得照顧一家人無共用嘅嘴道。注意我酸酸甜甜嘅糖豉醬，淋到上酥嘅魚嘅香，羅嫩泰式又好食。像俺的呢，我们的店面哈，其实俺呢也是傻里傻气的啦。我们就是凭着一股那种傻劲，刚开始像细间呢，怎么细间做像两上做慢慢的做，俺的够热情哈，他感觉就这么认真的做，人家客人看到我们的热情，然后有故事有温度，然后从2张桌子开始变成5张桌子，然后再就爆炸。然后外面也看得到地方，他敢唔怕，冇人去唔怕，隨天山嘛做得3日條都跌失，6號嘛跌失。然後我們就想，就是慢慢的做，第2年、第3年、第4年，第4年的開始，我們就希望把里長台灣雕有一個3.0的版，希望它有更多不同的變化。對都市歸故鄉，對百貨專櫃歸到天然做下，負責營運嘅阿姐。
想出许多行销嘅方法。考考喺嚟到夜食飯，必須參與嘅儀式。来，你们的烤鱼好喽，谢谢。到齐的话就可以敲鱼喽。用重本嘅鹽貼起一撮斜拍嘅傘，跟將起層層埋到底下，無留板時碰。烤上摘到縫縫，多樣貼拍斜斜嘅傘，氣氛有到緊張。台灣調嘅油半夜翕出來，撒一半輕輕包定嘅鹽，掃到地背，一團壓力因累積，等等以後會釋放出來。好运敲敲鱼，敲好运，敲敲边边，用力的敲开。对，敲好运，祝大家好运连连，发了发了，谢谢谢谢你们，欢迎你们来到美浓玩哦。人家慶祝嘅一家人，難得識飛嘅老朋友，向下流散化嘅盤，為定做嘅拿出嘅考據好運，其實冇乜嘅驚喜，用嚟做考考嘅台灣調，特面有一點重。記下台年幾年嘅唔同，也係喺黃鳳儀嘅戲眼詞。當然，如果去到唔同時，講到夢想，等五嘅上翻作，夢想又慢慢成真。你講做得轉到40年前，可能係冇人講得出客家料理嘅樣貌。唔過喺客家式跟講嘅過程中，客家料理有個明確嘅形同體。喺爐火跟鑊鏟輕強地度，有個切割嘅生命。人創造料理，料理帶來人，翻作同做下，變咗一定有創造力嘅地方。先可以見客家傳統，表示有一項事業、一門事路、一份心意，公開向人客讚賞。40年後，ก็可以見客家傳統，我哋乜嘅經典創作，可能會係我哋一個時代嘅發明。当年高春新对联，聪明雕狗满山遍，精密做饭瓜子根，养成故意后世天。立下梦中树相连，瓜田